给人家那个压迫感、保护啊、保护啊，还有按摩肾脏、双手按摩肾脏的位置。敏感的严重痛苦，有肝肾液、气血流失，帮助你呼吸生活。午餐呢，要吃补品，外出旅游在更多的地避免误餐，要照顾胃肠，要照顾脑部，不要血糖过低。有老人长辈都很长的位置，